国土计划法明年5月就路，不过是有一寡县市政府认为讲因未负准备，嘛也未交这公领分区图。在去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就邀请各县市的代表表达意见，未少地方拢认为讲这实施的时间甲规划爱搁调整。 关系到全国非都市土地管理的国土计划法，明年5月正式上路进程是争议不断。有地方政府也未向内政部提交国土公园分区图，其中南投县政府表示，市议会要求暂时卖报送，嘛接到不少民众陈情，像县内7成原住民保留地，防卫设施国土保育地区第一类，部落族群是真烦恼，造成原乡部落 无法新建及更新公共设施，长期将造成原乡地区的公共设施的一个缺乏。会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国土计划法修正草案第一届初步审查会议，邀请地方政府北上，提出即马推动拄到的问题。针对立委提案修法要来延后上路，未少县市拢表示尊重立法院审议，但嘛承认土地分区的使用办法无讲清楚，互民众是真有疑虑。 简单讲，没有人愿意划入国土保育地区。还有另外就是农业发展地区的划设疑义，这部分可能也是很多土地所有权人最有意见的部分。尤其农业特农区民众有忧心的原因就是我的国土分区的功能分区的使用办法还没出来，有时候分区给你划定了，怎么用不知道，因为执法还在修。那这个部分的农业的争议会出来。 虽然绿色的中央部会，包括内政部、农业部、原民会，拢强调如期上路有正面的助益，不过未少地方政府拢表示接受到真侪民众陈情，有质疑。有的地方建议中央应该先完善国土计划法相关执法的制定，嘛民众确保家己的土地使用的权益受到保障，再来推动较好。记者林俊平、朴做台北报道。